即马伫拜登来甲大家绍介尼莱亚变。今日府城隍庙真侪人慕名而来的是尼莱亚三字大变。以守庙天坛的一字变以及德克士的了然世界变，并称为府城三大名变。府城隍的新半庭伫真足心是处理一生的功过善恶，计算后向城隍爷汇报。伊斩杀亡者可升天堂，也是落地狱。尼莱亚变是乌色背景，创建出府城隍庙的庄重威严。尼莱亚三个字是由日本时代台洋美术协会会员廖武庭所起名。以书法的造诣甲历史职业的底气，为府城隍庙留下了传世名典。